台湾文学家吴独流写的《台湾连桥》是台湾头一本写228事件的文学作品。228国家纪念馆以连桥的名举办连桥自由节，要用艺文的形式来和民众亲近真权历史议题。这活动内容包含着亲子剧场，还有台语讲故事活动，另外也会放送甲228事件真权相关的8部纪录片。这边不能卖烟啊！带恁歹势啦，因为阮翁吼进来有做兵。不能卖就是不能卖。不是啦，我还有囡仔要饲。滚啊！用光影呈现228警察伫咧台北天马地房炸集4分的事件，嘛带出台湾史上有名的版画恐怖的检查，这出戏都号做慢慢。罗丽亚剧团结合台湾画家的作品，包括过雪后的南街引进、陈定坡的家己中央喷水池等等，用这画来发想，希望透过光影演出，让民众了解台湾民主化过程的故事。台湾有一寡历史的时间是黑暗的，毋过就是有足侪伟大的人替阮做的代志，所以阮用光影来呈现因的生命。伫即出戏内底嘛有用光影做几个美术家。因的画图。228国家纪念馆9月邀请罗丽亚剧团和金河国音剧团来参与2025年连桥自由节，推出戏出和台语讲故事，嘛要招民众做伙来看纪录片，亲像找找唐德宗对无共人的角度呈现唐德宗的故事，也有日出部队在讲台中的228事件等等，拢总8部纪录片。台湾文学的作家吴作流作家，伊就一个上重要的作品就是讲咱咧讲台湾连桥，这连桥就是向征讲这个台湾人坚定的精神。比如年初讲伊纪念228嘛，后半年会使透过艺术知影讲，规个整个台湾的民主人权发展的这个过程，互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来。今年连桥自由节结合亲子剧场、台湾文学，也有纪录片，活动办到11月初2，民众拢通免费参加。228国家纪念馆希望透过各种艺文形式，让民众惯习对平常时就来亲近人权和历史的议题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